破读学台语，佮脚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8集301条。苦咧食饭真歹看，就是蹲着吃饭很难看。咱下面有4字听好选，第1字读做久久第2字读做苦苦，第3字读做久久翘久的久第4字读做久久久笑比无尾的久。302条，新鞋定定会勒破皮，就新鞋子刚穿的时候容易跟皮肤产生摩擦而造成破皮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1字这字读做字字破破纸的字。第2字读做勒第3字读做裂还是裂离开的离啦裂破的裂。第4读做拆。303条，这阿嬷为着莫吵到人，所以伊踮脚行就是这么晚了为避免吵到别人，然后他是踮脚轻声地走咱下面有4字通好选，第1字读做念香的念，嘛会使读做年，倒顶年柑的年第2字读做念第3字读做踮你踮伫倒位的踮第4字读做踮譬如讲伊踮304条，昨拍篮球的时伊手骨去跩到就是昨天打篮球的时候他手扭到了。咱下面有4字通好选，咱第1字这字读做绕绕着的绕，嘛会使读做扭第2字读做跩，第3字读做拐拐仔的拐第4字读做折还是折305条，囡仔逐家拢耍过tshíng-kha-ke嘛会使念做tshíáng-kha-ke就是小孩子每个人都玩过这种跳房子或是跳格子下面咱有4字通好选，咱第1字读做呛呛声的呛第2读做呛还是菜第3字读做请要请你的请第4字读做请鸡毛请的请还是讲鸡请拢会使好，多谢大家收听。